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1公视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世界棒球经典赛，台湾昨暝拍赢意大利，摕到头一场胜利。伊暗7点对着荷兰要拼0赢。有消息讲，美国高通公司的新产品要用台积电4奈米制作，代表咱的产品优良率更较受肯定。日本3.1大地震满12周年，各地头办纪念仪式，做伙默哀1分钟。首相家电本乡嘛有致辞献花。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世界棒球经典赛，咱台湾昨暝是拼盘拍赢意大利，摕到头一场胜利，球迷是拢真欢喜。那因暗7点，台湾对着荷兰，咱派黄祖平做先发投手。总教练表示，希望会当维持昨暝气势，连赢2场。那各地头球迷毋若是去现场加油，嘛有点加饼优惠替台湾队応援。初十这伫经典赛拍败意大利摕下首胜的中华队，在暗时又过面对强敌荷兰。面对这要高的挑战，总教练林国平表示，会延续前一战的先发打算。球最好的那一套就是对贴上复制贴上，不用去担心对手如何。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球队有没有办法正常去表现。中华队这阵的战绩是1胜1败，而荷兰这阵战绩已经2胜 ，A 组排名第1。总教练林国平表示，虽然这阵敢若剩10名投手会使用，不过嘛爱全部拢上场，想办法来压制对手攻势。而暗时先发是中介乐天桃园的投手黄祖平，教练团评估这阵状态袂歹。荷兰是派出先发强投海耶，暗时是员工是爱全力来出战。一定要啊！我希望我们可以挺进东京。希望打线也是可以正常发挥，然后投手可以稳定一点，再拿下关键胜利。为了庆祝中华队摕到首胜，中华官府实现所讲的话，赢意大利4分就快，400分中华小姐。另外业者也家己出钱，要伫攻速头前加送400分。伫暗时要面对荷兰，希望大家斗阵为中华队来加油。另外，屏东有旗鱼的乌链业者是讲要送出300支的旗鱼乌链，请大家吃。暗时这个关键一战，嘛要为中华队来加油。一个人5根。5根哦，加码了哦，加码，加码。谁叫人晚不跟我说？台南市长黄伟铁表示，中华队有真侪来自台南的教练甲选手，若是摕下胜利，会发100元的大礼包。全台湾斗阵来集气，希望这个暗时的比赛，中华队再摕下2连胜。记者综合报道。若是棒球，咱台湾参加世锦赛游大赛，女子500公斤级的代表队摕到金牌，这嘛是台湾伫这届世锦赛的头一块金牌。世界杯室内游大赛锦标赛伫北爱尔兰举办，咱台湾队这届有一半拢是新的人才，同款表现甲真出色。教练表示，接落来目标是明年的世界运动会资格赛。那咱男子的600公斤级代表队摕到铜牌，台湾目前是1块金牌，1块铜牌。前一阵仔，韩国先送三星电子进前甲台积电的研发人才拢挖走。不过有消息讲，美国高通公司的新产品要用台积电的4奈米制作，代表咱的产品优良率是更较受肯定。另外，台积电公布2月营收是1631亿，比去年同期是加1成。半导体大厂三星传出甲台积电的新研发大将林俊成恶气，因为将来可能失去高通的订单。根据上新的产业信息指出，高通的新产品会采用台积电的4奈米制作，也和三星晶片不良率较高的问题搁再来显现。高通认可台积电的晶圆代工良率，这一点确实台积电目前是领先三星。当然，这也代表三星如果没办法提升它的良率，会让客户没有办法放心的把订单交给三星代工。专家分析，甲三星成就有这个求好比较，台积电更加注重晶片优良的比率，和市场上未少争议大港的订单拢转往台积电。初十台积电公布2月营收1631.74亿。月减18.4%，创去年3月以来低点，不过甲去年同期成长11.1%来比较，总计前2个月营收3632.25亿，年增13.8%。所以台积电台中园区离期扩建宽屏来过关，要拼明年底前完工来投产，也带动当地就业机会甲房屋市场发展。
未来的市场上面来说的话，可能随着整体就业机会的逐渐的增加，再加上区域上面的建设逐渐到位，会有一些可能大家会期待的发展。台积电若伫台湾扩厂，也积极伫全球布局。不过专家警示，台积电美国厂有成本高，加上能源管理的问题，未来拢会是台积电经营的一大挑战。最好的状况也只是损益两平而已。营收是会带来营收，但是对获利来讲，其实几乎毫无贡献，甚至是会拖累整体的台积电的获利表现。这个部分才是令人比较担忧的问题。受美国晶片法案限制，台积电美国厂要面临分配利润这考验，安怎提升利润也考验经营者智慧。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5岁到11岁的新冠疫苗注射率比别的县市是搁较低。市府就甲联合病院合作，伫4间国校啊，注 Moderna 新配方疫苗甲 BNT 疫苗，请1000多个家长来预约。不过3月20开始，轻症就免通报，嘛免隔离。学校就建议家长，若阵囡仔有症头，会当踮厝休困，先莫去学校。本来是透早家长带囡仔去学校做新冠肺炎的预防针，希望较早做提升保护力。想说要增加小朋友的抵抗力啊，避免重症这样。一方面也有考虑到这个，因为他还没有得过，所以想说就来打第3剂。因为台北市5岁到11岁囡仔疫苗的注射率比其他县市搁较少，教育局、甲卫生局和台北市联合病院11号透早伫4间学校提供囡仔透早注莫德纳次世代疫苗，下晡是注 BNT 的囡仔疫苗。4间学校的名额有4400名，预约的人有1319人。营业20号开始，轻症毋免搁通报，嘛免隔离。真侪家长烦恼会增加囡仔染疫的机会，嘛会当呼吁囡仔继续挂嘴安，啊定定洗手。因为小朋友在学校毕竟还是会把口罩拿下来，那这样还是有口沫的传染。那我觉得还是有轻症或是发烧，我觉得还是在家里自行隔离比较好。验出来是确诊，还是会鼓励啦，宣导说可以在家里多休息，如果有不舒服，大家要休息这样。那如果真的很不舒服，然后再通知家长接回家里。考虑学校有真侪近距离啊，还有稳固的活动。教育部建议，体检阳性、轻症还是无症状的囡仔，还有老师，唔好去学校上班上课，按过被强迫啊请假，只是敢会增加学校的染疫率，要密切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国内鸡卵是有饲无血，继续大起，嘛冲击身心障碍者的庇护工厂。桃园一间庇护工厂讲，鸡卵计数和3档前比起来，已经起2倍啊。所以为着要让学员继续有投入，业者就算成本增加，嘛敢若会当逆境落去。拍开烘箱，烹出烧烫烫鸡卵糕皮，抹一盐薄薄的巴达，佮搭配一粒一粒，互人强要流嘴软的芳甜草莓。桃园观音爱心家园的学员，伫烘焙坊中认真制作好食的草莓卷鸡卵糕。那这每一步，会当讲，拢是经过长期累积训练来。10几年了，因为我也会磨一些卫士卷那些蛋糕，对。还会做饼干，对，会洗东西这样。所以你很喜欢在这边做蛋糕？喜欢。他们家的蛋糕很好吃，然后又是一个做爱心的活动。他们的蛋糕已经很便宜了，应该很辛苦的在维持。将卵仁一粒一粒分离出来，鸡卵是做鸡卵糕的重要原料。也毋过即马国内鸡卵真欠，卵价起也对照顾身心障碍者的烘焙坊庇护工厂造成冲击。观音爱心家园表示，面对成本增加，也无啥加起价，为了让学员继续有一份工课，才会当硬经。3年前的蛋价一篮就是20台金是520，那今天的蛋价已经是2倍，1080。去年的蛋价大概800多，所以大概也有20%的涨幅。也毋过，虽然面临原不了起的困境，爱心家园也是推出关爱到部落的计划，也邀请先进人士进关，一方面帮助家园含义有更较侪工作训练机会，另外一方面也送爱到互现在的间学校，互偏向部落囡仔也有机会食看卖啊草莓卷的滋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潮州的光复路是省道，车真多。为着要确保机车安全，公路总局3工处对面就为机车倒弯的等待区。不过，街的范围真小，敢若会当挡2台机车，引起民众批评。
真矮的机车待转区甲边仔经过的机车相比，大概会使互2台机车缓下停，万有第3台来停袂去要待转区内底，警察若是有心想要罚，就会使以道交条例处600块的罚金。这真矮的待转区就伫咧屏东潮州光复路顶悬，互部分网友感觉对机车无友善。是无啥会使啦，大遮人袂直接待转啦。是这来到路口面对公路总局三工厝的待转区，8六透早已经用乌色画掉。三工厝人员表示，光复路是省道，车流量大，考虑机车入去三工厝还是回转时阵的行车安全，才会画待转区。但因为空间无够，但会使安尼画，已经准备要改善。腹地不够，那也是要左转比较安全，所以是临时的，要往那个水沟上去做一个加盖，然后增加那个停车空间，就是会坐在里面去保护那个左转的安全。机车待转的议题，这几天伫台湾受到讨论，原因除了路宽平宽、过矮待转区，还是待转区因为了无够清楚，互汽车误会当作停车客等等，嘛常常受到民众的批评。相关单位若无谨慎看待，恐惊会造成骑机车的民众更大的不满。记者陈焕武、面交管屏东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今仔日日本3.11大地震满12周年，日本福岛办纪念仪式，甲受难者致哀。首相菅田文雄甲来宾是做伙默哀1分钟。哀悼结束了后，首相菅田文雄有致辞献花。12当前3月11日，日本发生规模9.0的大地震，引发大海涨。致辞福岛的第一核电厂受损等，灾情真严重，国际拢真关注。日本各地头伫地震发生的下晡2点46分，做伙默哀1分钟。福岛的核灾满12年啊，日本政府今年要甲核废水排入大海。东京电力公司强调讲，实验证明，甲扁鱼、甲鲍鱼饲伫咧处理过的核废水内底，拢无问题。不过，当地渔民上烦恼的是名声会变愈歹，而且周边的国家拢反对甲核废水排入海。准放废水的水槽就建伫福岛核电厂内底，核灾了后继续排放大量放射性废水，特别欠满啊！东电咧积极建设排水的泵坑，估计春夏的时阵要甲处理过含川废水排入大海。当地反对声音犹原大，为着要互渔民信任，东电透过实验验证，甲比目鱼甲鲍鱼分别饲伫正常海水，佮有含川废水内底，强調並無差別。育ち方ですとか、体内のトリチウム濃度といったものを、変化が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見せていく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ができ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ます。福岛放射性废水要用多核种气毒设备 apps 处理过，东电强调产的含量非常低，未危害环境，但渔民存疑，不满东电唔沟通，三代讨海小野情夫烦恼，渔产肯定会受到风评避害。今はできおすすめはあんまり進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ですね。先が見えないからどうなるかわからないしね。やっぱタイミング的にもすごく漁業者としては風評などを懸念しているタイミング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よね。委员会对含川废水排放表达遗憾，目前已经完成海核背景产资料库，作为后续排放的比对，嘛甲气象局合作，未来日方排放的时阵会当做扩散的预警。进前表达过严重观测的南韩，因为外交部去年底成立专案组来应用。中国外交部是继续来表达反对排放，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嘛宣布，离正式排放进前会公布调查报告。记者林静梅、陈信良综合报道。中国两会特别选举，除了主席习近平连任做第三届，新的国务院总理是李强当选，这代表未来中国政权拢是习近平的人。有学者就认为讲，中国这回一直咧强调两岸和平，反对外来势力。这代表美国、台湾甲中国拢已经咧调整战略。面对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出任，未来中国政权拢是习近平人马的局势。学者表示，台湾、美国已经开始应变，目前以和平、卖激起紧张情绪为主。积极的进行交流，主动的宣布这个开放10个航点，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第二个重大变化是，他也首次把对美国的政策跟中国大陆相联系。总统过境美国，他把过境美国跟开放直航同步宣布，同一个时间宣布，就是要减少这个它的那个爆炸性。
专家认为，这回中国两会强调融合，反对外来势力插手，有暗算对台湾行热暖，对美国继续抵抗。尤其蔡英文总统执政期间，对台湾主权、台美关系的经营拢有效果，所以判断中国这站应该会以文化甲经济为主要的手段。那感觉上他没有用到一些很强硬的字眼啊，所以你可以感觉，大陆并不是很，就说对于台湾想要采取一些更严厉的这些做法，至少在政策上感觉是这样。新的人上来以后，他们的对台政策比较有一点这个春暖的味道哈，就是双方看起来现在的立场都比较软化一点。美中强权为着台湾战略利益继续咧相争，专家提醒，沟通交流虽然有必要性，但是台湾人嘛爱好好备战，袂当放外挂。记者麦上谢桂林台北报道。外国有媒体报讲，太平洋的岛国密克罗尼西亚想要甲咱国建交。外交部长吴钊燮嘛证实讲，捌接触过，因为密克罗尼西亚伫第二岛链，战略的位置真关键。有学者就分析讲，若准咱台湾会当甲因建交，万不至台海起冲突，密克罗尼西亚就会当支援美军，而且南太平洋是美中竞争的重点。中国继续扩大军事力量，会威胁区域的安全。我是有跟这位总统2月份确实有接触过，有做一些意见交换。外国媒体报道，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想要甲咱国建交，吴钊燮证实捌有接触，也毋过强调报道甲事实有出入。密克罗尼西亚位伫南太平洋，面积702平方公里，人口大约10万人，全国607个岛屿。也毋过关键战略位置伫第二岛链上。学者分析，若讲咱国甲美国建交，万一台海冲突，美军介入力量也会提升。南太平洋其实真的是对于这个美军处理台海冲突，乃至于维持在亚太地区这个领导地位，其实非常重要的。我们能够跟密克罗尼西亚建交的话呢，那当然就是说让美国在这个地方力量比较能够更巩固一点。学者柯志雄分析，南太平洋地区是美中竞争重点区域。中国若继续向第二岛链混大军事力量，会提悬对区域现况的安全威胁。加上中国目标建立远洋海军战力，若将势力存到第二岛链，发展反介入区域机制战力，美军甲民国介入台海冲突的支援能力会受到影响。印太地区，尤其是台海或者是日韩这边的，或者是南海有状况的时候，那么从夏威夷的第3舰队会需要推进到第2岛链，甚至再看状况往第1岛链继续推进。那这种情况之下，这里就是第2岛链这边是一个很重要的中继，而且是美军的第2防线。学者表示，共军有部分中程武器会当直接攻击，也是借着舰艇载武器进入太平洋，指责美军伫第2岛链的关岛基地。也毋过，其实共军也有面临困境。第1岛链多数是美国民国，那会当共同组织共军，也有机会提升将共军封锁伫第1岛链的程度，对台海区域和平是有帮助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金门二打岛有一个兵仔失踪，到大拢找无人。虽然有消息讲已经互中国迄边救起来啊，即阵人伫厦门。毋过咱台湾军方无证实。有立委表示，若准人真实伫中国，即马上要紧的，就是爱甲人带转来台湾。阁有专家分析讲，中国即阵当咧办两会，咱台湾的兵仔煞拄好失踪，就惊即件代志无处理好势，会引起台海冲突。陆军经防部烈士守备大队二打守备队传出一名伤兵，3月初9点名无够失联，到今还未找到。因为二打岛离大打岛大约800公尺，离金门本岛12公里，离厦门大约4.4公里。即马传出3月初10这名伤兵技术伫附近海面，互中国海警救起来，人伫厦门。因为军方还未证实这个消息。立委表示，若讲人真正伫对岸，上要紧的是应该先将人带转来，先把人救回台湾。那再查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是意外或不可抗力因素，就还他清白；如果是擅离职守，也必须依照法律予以严办。专家分析，即马当时中国两会期间敏感时刻，咱国前线士兵无够失联，若无处理完善，恐惊会发生代志。
在人家开会，中国大陆很重要会中，你突然发生这种不幸的案例其实整个国军单位都要相当紧张，因为搞不好真的会有擦枪走火状况发生。尤其两岸情况这么紧绷，那万一发生重大的情况怎么应应？希望国防部彻底的检讨。中央李伟龙表示，国军才发生真情况换作模型情参基情减少，各传出士兵无故失联，无共类型个案显示军纪出问题，要求国防部爱追究责任，将空棚补起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各地头天气稍热，温度上悬伫高雄基顶32度之。不过明仔载较暗的东北季风变强，天气会反寒。气象局表示，这波冷空气后礼拜一暗时到拜二透早上强，北部会落到12度到14度，其他的所在是15度到16度。不过这波冷空气较无好，对中南部可防的问题是无啥帮助。桃花红、粉红色、白色、各色的满山红，开伫个台亚林大道的两边，吸引民众来赏花。天气真好，日头不哩大，不少人提前换穿短袖的。也过北部好天气有大转变。气象局讲，礼拜下半天，东北季风真强，北部东半部落雨明显，冷空气伫拜暗时到拜日透早上强，全台湾会感受到温度明显的下降。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湿度在12到14度，那其他地方则是15、16度左右。那当然就是说，局部空旷地区可能会在低个1到2度左右，所以其实整个感受上来讲，算是非常的一个寒冷。气象局表示，这波大陆冷气团带来水汽会慢慢来减少，下礼拜1、拜2就东半部会出现局部落雨，对所界中南部可化情形帮助无大。另外3月是不是可能出现春雨？气象局讲，虽然中下旬会有一寡水汽。不过落雨的情形依然是不乐观。对于这个中南部的一个水汽上来讲，其实是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帮助。那如果说要有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情况的话，可能还是要等到5、6月的梅雨季。气象局也提醒，礼拜暗时东北季风真强，海面沿岸会有长影发生。东部航运中心转总公司的通告表示，受海面气象无会影响，8月13台东来回绿岛航班是规工会取消。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16度到25度，中部地区15度到27度，南部地区15度到29度。东部地区17度到26度，外岛地区14度到26度。阁有未来3天的天气。稍等的7点半，青春咱的梦做伙来看台南有少年家伫两家办艺术节、空山节，要互大家看到地方的活力。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芝，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